电视台的，是 CTV 的 CTV。
还是越来越好，我们团队这个越来越大。还有吗？还有我们希望我们团队能带来你们快乐和开心。新年快乐！他的名字是什么呀？王鑫。王鑫吧。是。王子。没有跟我说你名字，曲子杰。兰卡卓玛是他妈妈，这是永儿，然后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水烧的3瓶什么？3瓶大豆子吧？应该有3瓶。3瓶什么？你是要给曲子杰吗 ？gift。Oh my。
萝卜也好，萝卜是不错，这中间我在中间。是本地的。辛苦了，谢谢。那我先把。我是报道跳舞方面，国中舞，他们以前那个最早是新华社有个报道是郭庄在城市，就是城市里面跳国庄嘛。他们有个报道，其实最开始是因为那个花童舞曲征在这边场面救人，然后抢救一个人嘛，然后那儿报道了之后，然后这边去跳舞，才能跳舞，这样也。我先出镜，赵勇哥。来。然后然后我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，你就可以聊一下。看你怎么摇，然后他就会出现，你看怎么摇，从哪边摇。我先说。可以开大，可以开大，我开大。笑。今天
和明天我要多拍一些短视频，因为3天你们看不到。电视台它加工嘛，它报道出来的不一样。好，李秀又给了。这次是给谁了？因为只有1天1天，局长说英国人是，局长说回水是回水，他不会走。这是钢铁，瑞瑞没看到嘞，今天。待会我去问一下，他们有可能瑞瑞跑其他地方去跳去了，他妈妈也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跳了，有可能。好嘞。有的德清也是，P2Y 那个也是有的。啊，又给了，又给几个票？不会给，你不会是给3只小老虎吧？你给2个，有可能是他们吗？秋吉好像不知道，他昨天说他不来，前天说不来，他都来了。扎西是不是回家？登之早就回去了，我登之在家，登之是在老家了。我猜有可能是知道错吗？装错好了，没问题。装错你都是在这个有红包吗？给你2个吗？1个。哇，看得出是2个都是取装错的吗？这个蓝色是兰卡州嘛，跟那个名字差不多，兰卡州嘛。那边是市政州嘛，那个是丹少爷，这个是谁不知道？我穿一下对付，来了嘛？全给他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明天就给他，好吧？明天就给他。那天我也买了书，买了700-800块钱的书，然后交金标那边，交金标好像也是给了3000台币，然后反正我就买的比较多吧。我本来还要给他买，他自己也去买了一点。有一本书他挂到心里面的，我本来想说等个2天时间我陪他去，他第2天就去了，第2天把他自己想买的买了。那个书是120多，是3本，他之前那个售票人不是售货员，售货的这个一样的，可以拿那个套装嘛，对吧？我说好，这个拿了之后，他那个套。